烧到足严重啊！要安怎？对啊，妈妈大概拢用冰甲教阮退烧的，去甲有阿伯弄忙，解土冰甲。阿金，阿金，阿金，你发烧，病到足严重啊！我死去嘛，甲你无关系。东东，这毋是惊，是论，不论千论，就是为着咱兄弟姊妹。你即马袂用的，卡袂着就甲人拼死拼活，拄着什么代志，你爱想着家己是大汉囝，你还阁有小弟小妹需要你照顾。阿金，你爱为莲欣表兄想啊，唔通互莲欣表兄嘛甲阮同款，无妈妈。豆豆，你实在是妈妈的乖囡仔，你今仔日表现足好诶。恁阿金，伊原本嘛毋是一个歹人，你只要对伊好，伊就会对你好。妈，秀秀，阿妈，够早。你又搁要出去哦？我要去德山接佩佩。昨昏听你讲要去美浓接东东，我心肝内实在是足烦恼的。你还阁是一个囡仔，竟然会当讲甲别人答应。我拢是听阿公讲话听真多啊，阿公的话最有道理的，所以才会做大学教授啊。我已经体会到读书、受教育是有我尔重要啊。道理归道理啦，也毋过东东也阁有佩佩因，拢住伫个庄骹，比住伫个台北的人重感情。迄寡大道理对因是讲袂通的。我烦恼你去接佩佩，比接东东也阁困难。
搁较困难，我嘛要去。昨暝你甲恁阿公讲甲足晚才困，伫咧讲啥？伫讲冰冰的代志，你惊叶家歪放冰冰走？一家人拢做明理的，我请阿公甲我分析一下。万一我甲冰冰接转来，因敢会甲阮阿舅死掉？那安尼恁阿公安怎讲？阿公讲，代志毋是咧叶家，是咧阿舅。假使讲，阮阿舅是一个人才，我甲冰冰接转来，伊嘛袂放阮阿舅走的。话阁讲倒转来，假使阿舅毋是一个人才，就算讲我歹治冰冰，伊嘛袂用阿舅的。也毋过恁阿舅已经去上班啦。迄真有可能是弃婴啊！恁阿公讲的足有道理，你用毋免有心理负担。是啊，本来我考虑足多，我惊阿舅受到冰冰的影响，无头路，伊会搁去走船，阿金会分我，伊会甲阿公闹甲无爽快。你毋免替别人想伤济。这阵代志无共款，这是阮妈在心情真交代。阿公已经甲你分析过啊，你用放心吧。我去煮一碗面互你食，食饱才走吼。阿嬷，还阁有啥物代志啊？麻烦你替我甲周阿姨讲看卖，我惊伊会袂答应放弯弯。我去是无问题，也毋过我讲话无分量。无安尼啦，我叫恁阿公招周小姐甲业界的人，甲这件代志斗阵解决。多谢阿嬷。阿公去一个朋友因兜讲一寡代志，伊一日转来，我就甲伊讲。好，阿嬷，安尼我来去德山啊哦。你不爱食物件才走哦。我这着急的，我食袂落。秀秀，你为着小弟小妹代志遮尔忝，你家己的身体爱注意哦。多谢阿嬷，再见。佩佩啊，你互妈妈受伤心吗？也计生意呢，喊摆吼，无要带伊出去啊啦，去到阿公兜，唔插阿公，使阿姑阿金家顾正，伊参像大小姐共款使性地，一句话嘛唔讲，像伊咧阿杰。哎呦，生意就爬上嘛。有我伫个，佫惊啥物生分啊？伊唔知影要安怎叫，我甲讲，伊应该拍招呼，毋过伊嘛唔叫。哎呦，这个囡仔伊就是安尼嘛。人王太太一开始就甲咱讲过啊。毋过即马来到咱兜啊，是我的查某囝，个性就爱像我。个性像你，像你哦话伤济啊啦。哦，嫁互你几十年啊！哦，即马有佩佩，就嫌我教话啊。好，我款好物件，就转去后头厝，互你甲佩佩生活。怀疑这种囡仔吼，我嘛无要治啊啦。佩佩啊，你敢有听到？恁妈妈伫咧向你发脾气呢？你爱救我啦！也若无恁妈妈一个走吼，都无人甲咱两个煮饭啊啦！我会安怎救你？你去甲伊闹的啊！你甲伊吼讲几句好听的话，恁妈妈就袂走啊！讲什么话才算是好话？爸爸，是安怎大人拢爱听好听话？这好话吼，这好话就较好听，听起来吼心肝会爽快，所以大人哦拢爱介意听好听话啊。佩佩，佩佩，大姐，大姐，佩佩，秀秀，
你哪会来啊？老爸你好，呵呵，嘿，这啦。老爸，阮妈过身了后，我想，阮王家袂用阁分开啊，所以我已经离开娘阿公因兜，我嘛甲东东才转去台北啊。大姊，我嘛要跟你转去台北。好啊，大姊就是来接你的哦。就好啊。培培，你真正要对伊走哦？嗯，妈妈讲伊无介意我嘛。袂用诶，谁若是甲佩佩带走，我就甲谁拼命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秀秀啊，你来阮兜看佩佩，阮是真欢喜。不过你拄则无应该讲迄种话来甲阮迄囝。哎呦，秀秀是讲要带培培去台北佚佗啦。你莫听佩佩讲，阮无介意。阮管囡仔有阮管囡仔的办法，拄则只不过是家迄囝尔啦。阮若真正无介意伊，是安怎要甲收养呢？哎，错，培培哦，伊要食啥物？培培的妈妈哦，就煮啥物？伊要买啥物哦？阮就赶紧去买。啊，伊要戴稳形目镜，阮就赶紧去配。若是培培要天顶的月娘，有遐尼悬的楼梯哦，我嘛照常会爬去摕落来互伊。像阮对伊遮尔啊好，假使要搁互你甲伊带走的话，安尼哦，就伤过伤感情啊。老阿伯，我已经离开娘家，东东嘛离开平家。你唔免去讲着别人啦，阮老家就是老家。哎，阮客人哦，较保守啦，连祖先留落来的田哦，拢唔甘卖呢。要甲囡仔送出去，想拢唔敢想哦。佩佩本来就是我的小妹啊。哎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迄个田吼，也毋是祖先为大陆载过来的，嘛是后来才有的。培培嘛共款啊。既然来到阮兜，就是阮的啊。培培啊，你爱妈妈死，还是爱妈妈活？我不爱妈妈死。你若是跟阿姊走，妈妈就来死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妈妈死。老阿母，你莫吓惊伊，妈妈死是伊上伤心的代志。好，佩佩，妈妈带你去阿妈因兜住几工。我不爱去，我要上课。莫去啊啦，读书嘛毋是一两工的代志。阿姊，佩佩，你去啦，听你妈的话。那安尼，阿姊，你咧？假使老阿伯无要赶我走，我就断两工啊。来赶我走，我就随走。爸爸，你敢会管阮阿姊走？爸爸当然袂安尼做啦。妈妈，阿姊住落来，敢会用？只要你阿姊莫阁提起你的代志。我答应。好啊，培培，咱来去。阿姊，你要等我回来哦。要安怎？佩佩袂转去，
我头前拢袂做的啊。妈，请你给我力量，唔通让我因为受到一点仔困难，我就来失志。我爱提起勇气，我会像妈同款坚强，拄到任何的困难，绝对袂放弃。秀秀，2天无转去啊，东东一定会等到这着急的。大裤阿姊阁无伫咧，唔知影东东甲金是安怎斗阵的。阿金，你已经有2天无食物件，我替你煮一碗糜。东东，多谢你。袂用的，我是爱赶转去。万不然，东东甲阿金挽起来，互阿金赶出去，安尼就害啊！老阿伯，我明仔载就要走啊！等下敲电话甲老阿姆讲，伊会用得转来啊。喂，爸爸，啊，我找手机啊。佩佩妈妈，你什么时阵转来啊？啊？秀秀，哎呦，自从你走了后哦，伊拢无开嘴讲过一句话啦。啊？错，伊煮饭又搁炒菜互我食，哎呦，又搁洗碗甲扫涂骹，每工哦，对早起做甲暗啦。佩佩妈妈，你安尼闪爿嘛毋是办法啦。伊若是1年拢无走咧，你就1年拢无要转来哦。秀秀，你是毋是在想阮的气啊？无，我心肝内伫想，是我毋对，阮妈甲囡仔送人，我根本无应该来这配配。我这个人哦，是比较较好讲话啊，也毋过阮太太的性地哦是真反的。这件代志哦，可能无遐好讲啦。老阿伯，这阵代志莫阁讲啊，无伫靠头阿姆阁较爱配配，
所以伊毋敢互佩佩走。哎，楚楚，阮哦拢想爱陪陪啊。也毋过老阿姆所讲的，拢是伊家己的讲法。实际上，佩佩是我的小妹，阮妈并无写任何的字句送互恁。恁本来就无佩佩，我带走伊，并无算甲恁拆散。假使恁若坚持袂放佩佩，阮顾家底下的家庭，这是真正互人拆散去啊！我会当谅解你，也毋过东东、弯弯、冰冰，无一定知影什么叫谅解。因的怨恨恁当初当前阮妈一番好意，可能会互我的弟弟妹妹误解一世人。秀琪啊，你明仔载哦，就带陪陪转来啦。哎呦，你啥物拢莫问啊，你明仔载一定爱转来。好啦，好啦。希望明仔载离开之前，会用阁看到佩佩一面。上好是老阿姆会当回心转意，手洗牙关。甲佩佩幸运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秀秀回去啊，袂啊？也伫咧房间啦。佩佩。阿姊，佩佩，过来，过来。妈妈，啥物代志？你去妈妈的房间哦，紧去。嗯。秀琪啊，我感觉。咱也是爱讲理啦。我真讲理啊！哎呦，你听我甲话讲完好无？你莫加讲啊啦，这是我甲佩佩的代志。哪早知影你要讲这种话，我根本就袂转来啊！佩佩，咱搁转去路哥阿公因兜，来去啦。老阿姆。老阿姆，你敢会阁听我讲几句话？你讲甲安怎好听嘛，无路用。你做嘛紧哦？你想要用可乐计啊？秀秀啊，你唔好安尼啦，起来，起来。妈妈，佩佩，你莫走哦。佩佩啊，哎呦，你莫学阿姊啊！妈妈是为你好呢，妈妈有时阵为着你无闲气惨。你阿姊才15岁，伊哪有才调照顾4个弟弟妹妹了？你安尼规，我嘛会晓啊！秀秀，我求你啦，莫甲佩佩带走。你已经有3个弟弟妹妹啊！是安怎袂当甲佩佩留互我咧？秀秀，我求你啦，求你甲佩佩留落来好无？求你啦！老阿姆，你的心我会做孤单，你紧起，我袂离佩佩啊！妈妈，你起来莫过夜啦！阿姊，你莫让妈妈艰苦。
妈妈，我对阿姊回去阿母。妈妈，以后我还搁等来第三看爸爸妈妈的。妈妈，我永远拢会叫你妈妈，你永远拢是宝贝的妈妈。佩佩。董事长甲总经理拢真器重我，也毋过我提出来一个真幼稚的问题，是啥物问题啊？这嘛是阿英伊的顾虑。我有问总经理，卡出秀秀若甲偏偏接转去，公司敢会用我？伊安怎讲啊？总经理伊是笑笑啦，根本就无答复我，只是叫我转来物件款款的，叫咱先搬去员工宿舍住，甲这个所在让我秀秀因。分配宿舍咱大，那你就袂叫你死头路啊？刁夫啊，你根本就无应该讲这个问题。我家己嘛感觉真见笑。以后加做代志，较莫讲话咧。既然安尼，无恁翁仔某就搬过去大好啦。阿爸，你甲阮做伙大好无？我无要去啊，我伫遮陪囡仔。刁夫，宿舍离遮敢会足远的？袂啦，坐公共汽车一大车，嘛免转车。啊，好佳哉！就算我搬过去，我嘛要逐工赶转来，家囡仔煮饭。才搁讲啦。阿公，啊，东东啊，阿公，阿姊带佩佩回来啊！啊，真的哦。阿公，啊，好好好。佩佩，伊就是阿姑。大汉了足紧的，佩佩，你满月时阵，阿舅搁捌甲你抱过呢。阿姑，佩佩，你袂记阿金啊？佩佩，紧叫阿金吗？佩佩，阿金以后袂搁再骂恁啊啦，阿姊，紧叫人啊！阿金，足乖的，秀秀，你足有才调的。我中头搁咧讲吼，较说伊若毋答应放佩佩转来，我就要去第三吼找因拼命。多谢阿金。哥，阿金的头壳是毋是有问题啊？无啊，那你想哪会对我笑？你希望阿金亲像较早共款，玛丽心。东东，我去第三这3天，一直在烦恼你，惊你了后金生气，结果转来了后，发觉你甲阿金斗阵了真好，到底是安怎？嘛无啥啦，哥，你是毋是用双节棍去拍阿金？阿金才会惊你？乱讲。东东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可能吼，过去是咱唔好啦，定定感觉阿金欺负妈妈，搁欺负咱。你安尼退一步想是对的，也毋过一定有啥物代志，互阿金感觉你就固执的。你走的迄天暗时，阿金破病啊，病到足严重的。无啊，阿金嘛是好好啊。
是阿姊去接你的时阵，暗时阿金突然间发烧，烧到足严重的哦，人拢昏迷不醒，我要惊死啊呢！阿公、阿舅、大块阿叔拢无伫厝，我只好走去向有阿伯讨病假，了后用病假互阿金退烧。你哪会去想到的？爸阿妈过去嘛是用病假甲咱退烧的啊。后来咧，我顾阿金一暝拢无去困哦。第二天，我就去找医生，替阿金注射，搁煮糜，互阿金食。所以阿金都无搁玛利亚哦。东东，阿姊就欢喜的，毋是因为你救阿金哦，是因为你甲爸妈的度量拢表现出来啊。阿姊，啥物叫度量？度量就是一个人的腹肠，爱看爱大，毋管人对咱安怎，咱袂用敢若会记人无好的所在，爱会记人的好处。对阿金嘛是安尼，对别人嘛是安尼。我要甲哥哥学。对，以后好的代志爱互相学习，做毋对嘛爱改进，安尼生爸甲妈才会欢喜，伊才会感觉因无白饲咱，白生咱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啊，李先生，你打电话找我有代志哦。李先生，是的，应该我去拜访你。你去我来，毋是拢共款，有话你就直接讲啦。你敢知影？我因为机票技术往来去人通缉，搁掠去关几落工。我做梦都想袂到，我会去人靠手铐。代志拢过去啊，讲这是要创啥？我无法度放袂记的，这是我一生中上大的污点。你也毋是抢劫杀人，你是投资做生意，去互骗去啊！这是无办法的代志，毋免责备你家己啊。李先生，婉婉敢有甲你讲，我得互人掠进钱，捌投资开个一间自助餐厅。婉婉无讲，我即马甲资金拢抽转来啊！是安怎？因为我欠一个人的钱甲情，我赔个无行啊！哦，谁啊？你我对，钱我会用个还你，也毋过情，我恐惊这世人拢无办法还啊！婉婉甲你讲啊？无，安尼，你哪会知影？我甲婉婉斗阵遮尔啊侪日子，我已经了解婉婉啦。伊想要讲白菜替你隐瞒，也毋过伊阁是一个囡仔。安怎？惊有人来讨小笑？毋是，是业家叫我去开会，为着五个囡仔的代志，伊要抢走我的婉婉。这是213500块，你替我来个罚款。周小姐，我也无要讨这条钱啊。我赔个无行啊！周小姐，啊，你以后拍算要安怎？我要带婉婉离开台北，我要甲婉婉相依为命，我绝对袂互婉婉吃苦的。周小姐，我认为你先莫匆忙，因开会并无一定都会甲五个囡仔送行王家。我感觉你应该去听看嘛，因到底安怎讲，你才做决定。婉婉虽然细汉，不过伊有伊的想法。周小姐，你千万唔好做出互婉婉怨恨你的代志。
我去食好无？妈，你是安怎？谁惹你生气？无啊，那安尼你哪会无欢喜？婉婉，假使有一天妈走啊，你敢会想妈？妈妈，我无爱你离开我。毋是我要离开你，是你要离开我。我无讲要离开你啊。好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就会使啊。坐，我介意你，所以坐伫你的边啊。爱拿，就阿伯叫我甲你讲，伫这种场面，莫激动，保持风度，较免互人看笑话。什么人的意见拢无重要，以大家的意见做意见。阿姊，为什么咱一定要回去住到顶呢？婉婉，你莫黑白讲话。婉婉，你上无乖啊啦！你爱水爱享受，免你管啦。你既无乖，你才无乖嘞！婉婉，你莫袂记哩啊！咱5个人只有你阁姓王嘞。各位，这摆的会议是牛教授发起的，我即马请牛教授来主持。牛教授。顶一逝是彬彬的生日，时间才过个月尔，咱又搁见面啊！这摆无烧酒，无鸡卵糕，无点心，嘛无音乐，更加无笑声，尤其是减一位坚强的高手下女士。这是算啥？啊？哎，囡仔是王家的，别人开会来决定囡仔的命运。你是因阿公呢，连请你去都无。我想一定会处理了真好啊。调虎代表阮爸爸，伊会替秀秀讲话啦。我代表阮爸爸来开会，嘛代表我过身的小妹，多谢各位照顾这个囡仔。更加多谢牛教授因翁仔某、裴先生、裴太太、老先生甲老太太，同意这个囡仔转来重新组一个家庭。多谢。高调户无讲后壁的问题，我想应该是要互咱大家来讨论啦。你哦是头一个罪人，我知影每一家人拢无愿意放囡仔转去，你着甲秀秀先放走啊！你开先例，即马咧，别人只好拢缀你安尼做啊。对啊，秀秀就讲牛阿公已经答应啊，裴妈妈吼嘛答应东东转去啊。阮若唔互佩佩转去，就收无讲情理啊嘛。其实哦，我嘛真唔甘佩佩离开啊。迄谁袂唔甘？阮东东离开以后，伊妈妈小连续3天拢无食物件啦。阮甲心拢互东东啊，要收嘛收袂转来。牛阿伯，你请牛阿姆甲我讲，唔通激动，爱保持风度。什么人的意见拢无重要，大家意见为意见。无毋对。我即马听到大家的意见啦，无人愿意互囡仔转去食苦过日子，大家拢希望用爱心来栽培囡仔。对。对。郭先生是囡仔的阿舅，伊真多谢同意互囡仔转去中族家庭的家长。话讲得真水，也就是讲老家、偏家
甲娘家的代志唔免讨论啊。我无赞成。周小姐，先莫讲你无赞成，你有啥物意见，你会使清楚讲出来啊。娘阿伯，咱甲明个对秀秀开始来讨论。会用的。秀秀离开恁兜，是因为恁的意思，也是恁尊重秀秀的意思。我阁讲较清楚一点啊，假使恁做家长的同意伊走，迄是因为恁并无十分的需要秀秀。我无共款，我足需要圆圆的。假使是因为秀秀要求离开恁，好，我即马互圆圆讲，伊敢要离开我。圆圆，你开甲大家讲。讲啊！日子，你无爱阮啊哦？日子，你无乖。圆圆，我袂阁甲你冤家啊啦。圆圆，提出勇气来，你甲因讲，你是王家的囡仔。妈虽然过身啊，也毋过伊的精神永远活伫咱的心目中。咱兄弟姊妹5个人，愿意斗阵生活，团结做伙，重新做一顶家己的家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弯弯，圆圆，弯弯，你是安怎？妈妈爱我甲伊转去，阿姊嘛爱我甲伊转去，我唔知影爱对谁才对。赵敏，咱将圆圆带入去。各位阿公阿妈、阿叔阿伯、妈妈阿姨，你莫阁烧钱啊！互遮个囡仔活得较快乐一寡。可能阮这社生所讲的话，无的确会受到长辈重视，嘛无一定真好听。也毋过，阮要讲的是，这个囡仔无属于任何一家，是古手下留予国家的。好，恁两位拢讲了真好。周小姐，你还阁有啥物意见无？国家未来的主人更加需要人来照顾。因即马是属于倒一家的人，永远拢是属于迄家，互因会当转去做伙生活，大家随时拢会当来甲因看。歇寒歇热的时阵，互因会当转去家己的家，一年3节，会当轮流去每一个家庭内底过。大家认为安尼啥款？叶先生，请你宣布。秀秀，带你的小弟小妹转去。圆圆，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您好。41个星星知我心，伫恁的爱护、关怀、甲鼓励之下，真紧就结束啊。互你上深刻的印象是啥物呢？阮制作单位整理了足侪观众的意见，大家拢会当足清楚的记哩故事的内容。我高秋霞是一个歹命查某人，
翁婿发生车祸，家己又搁得着绝症，临终之前，靠意志勉强支持落去，甲5个古锥的囡仔，秀秀、东东、弯弯、佩佩、冰冰，送好需要囡仔，而且搁有爱心的人。我死了后，我就唔知影。我要互妈喊小救援，无任何遗憾来离开阮。等妈过身啊，我受到娘阿公的教示，知影家是袂用拆线的，所以我阁甲弟弟妹妹讨回来。阿姊，妈妈呢？妹妹死去啊！伊是吴静贤阿姨，伊毋是妈妈顾秋霞。恁袂记妈妈是？你袂记你妈妈哦？故事就这么简单，也毋过，伫故事周围的每一个人，拢是高水、亲切、受到尊敬的。亲像秀秀的阿公甲阿妈，因的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，讲话又搁趣味，这就亲像是老大人自求多福的生活方式。亲像东东的爸母，公德、纯真。对待别人拢足真心的，愈是这种人，愈重视命句，爱惜别人甲家己。弯弯的妈妈就爱拿，伊开朗，袂甲人计较，提起放的路，敢爱嘛敢分。也毋过，伊是一个查某人，查某人想要做妈妈的脚步，伊一直在追求。佩佩爸母。纯真善良，充满爱心，却因为语言的表达能力较差，颠倒有足侪趣味的代志发生，并引导较复杂，三代之间有问题存在。因为彬彬的出现引起了风波，最后去互彬彬的天真无邪改变啊！因是上好呀一个人。也毋过，因煞知影，处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各位观众，星星知我心，为开始到结束，无用到什么宣传，嘛无偷工减料，用社会各界赞的人物，完成了这出充满爱的故事，反映温暖祥和的社会。